冬日嚟闖新疆，追趕賽里木湖，限定南冰奇觀，感受天山天池的冰封湖面，全程零自費景點，玩得愜意又放心。車往惠東巽寮灣，入住國際品牌巽寮灣華美達酒店或同級，免費借用麻將，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酒店步行5分鐘即達宵夜美食街，第二酒店打包早餐，乘車往惠州平潭機場，搭飛機到烏魯木齊，抵達瓜果之鄉後，入住溫德姆花園酒店或冰旅昆侖酒店。調整作息準備開啟旅程，第3乘2+1豪華巴士往烏爾和，下午遊國家 A 級景區世界魔鬼城，包門票加區間車，被中國國家地理評為中國最美雅丹地貌第1名，雪後土丘銀裝素裹，宛如外星秘境，入住海棠酒店或同級。第4往克拉瑪依黑油山公園，包門票，國家4A 級景區，冬季冰雪與黑色山體形成黑白交響奇觀，之後往獨山子大來谷，包門票，榮登國家地理，賞斷崖谷壁與雪景層疊的壯麗畫面，入住亞朵酒店或巴厘島國際酒店。第5乘車往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，賽里木湖，包門票加區間車。國家 A 景區冬季限定超震撼，12到1月湖面平滑如鏡，1到3月可見冰花與冰雹，陽光下宛如童話。入住天北新區雲居酒店或美居酒店。第6往古聖瑤池的天山天池風景區，包門票加環保車。冬季湖面冰封如玉，霧氣升騰間雪峰倒影，棧道穿松雪間一步一景。晚餐特別安排，民族歌舞晚宴，邊嘆手抓羊肉，邊看維吾爾族舞蹈。入住溫德姆花園酒店、機場店或同級。第7沿途賞風力發電站壯觀景象，抵吐魯番遊、火焰山，包門票。西遊記取景地，紅山岩山體雪後更顯獨特。再遊與萬里長城齊名的坎兒井，包門票，探秘古代水利奇蹟，返烏魯木齊入住原酒店。第8安排南山下午茶，包茶點，在寧靜天地間靜賞雪山壯麗景色，放鬆身心。第9降富含伊斯蘭風情的國際大巴扎，可選購乾果、手工飾品，乘飛機返惠州，凌晨抵惠州平潭機場，接機入住當地酒店。第10惠州香港結束旅程，酒店早餐後10點30分集合乘旅遊巴返深圳福田口岸解散，帶住滿滿的西雲冰雪回憶結束行程。想報名就打我哋熱線電話或加我哋 WhatsApp 留位報名啦。